主后2023年6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真神上帝。圣经诗篇33篇，义人啊，着因为上主来欢喜；正直的人应该着称赞伊。恁着弹琴感谢上主，用10条弦的楔琴称赞伊。弹甲真水，着对伊唱新的歌，大声欢呼。因为上主的话正确，伊的作为拢可靠。上主以爱公平正直，伊的慈爱普及全地。穹苍对上主的话创造，日月星辰对伊的喙脣会开造成。伊甲深海集做堆，甲深渊收伫仓库。全地着敬畏上主，世间人拢着敬畏伊。伊一个讲，宇宙就出现；伊一个命令，万物就形成。上主互列邦的计谋落空，互万民的计谋失效。上主的计划永远袂变，伊的心意线到万世代。认上主做上帝迄个国真有福气，受竞选做伊产业迄个子民真有福气。上主对天顶直看，看见拢总的世间人。伊对伊的宝座看落去，看地上所有的子民。伊做正人的心，了解因一切的作为。君王袂因为兵济就胜利，勇士袂因为气力大就会赢。靠马无一定会刣赢，靠大气力无一定会救人。上主的目睭看顾敬畏伊的人，眷顾仰望伊慈爱的人。伊会救因的性命脱离死亡，保存因度过饥荒。阮的心神听候上主，伊是阮的帮赞，阮的盾牌。阮的心要因为伊来欢喜，因为阮倚靠伊的圣名。上主啊，愿你的慈爱施落互阮，因为阮仰望你。诗篇33篇的作者，伫一起头就呼召所有敬畏上帝、遵行上帝诫命的义人和正直的人，爱颂赞上帝，爱向上帝唱新歌，因为上主的话正确，伊的作为拢可靠。上帝的真实和可靠，通对倒位看到咧？诗人称赞上帝，照着伊的话创造天地万物，对大地、天外天、日月星辰到海洋，无一个毋是上帝所创造的。当咱看到这个世界，就看见上帝的话语和作为。上时阵产生果效，对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，就安尼。诗人接续称颂上帝的计划。上帝意念较悬人的意念，上帝道路也较悬人的道路。人的阴谋甲筹算，伫上帝面前拢无效果。只有上帝的策划永远长存，上帝的旨意万代袂改变。咱对圣经中看见，正先知领受上帝启示所发的预言，无一项无实现的。相对伫人的筹算有限，阁无啥效果。
上帝的计划是真实可靠，搁永远长存。诗人学了上帝的作为，伊对天顶查看全人类，地上的每一位居民，伊拢详细查验。上帝毋但创造天地万物，也塑造人的心思意念，将伊的形象藏踮咱的内面，搁留意咱一切所行。上帝看顾敬畏伊的人，救因脱离死亡。上帝掌管一切，万事万物拢伫伊的看顾中间，拢无破绽，也拢无瑕疵。上帝是唯一真实可靠的。世人为着安尼献上学乐甲敬拜，持续仰望信靠这位真实可靠的真神上帝。伫这个介绍式冲突的时代，咱检采真好有单纯的信心。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伫2022年3月发布一份针对台湾社会的假信息现象甲事实查核成效调查报告，发现有9成民众受过假消息，对文字、图片到影音，甚至也有学得辨识的深伪变造。这份调查报告也统计民众辨认假信息的方式，有的甲亲友讨论，有的听专家分析，也有的使用事实查核机制来做辨认。踮这个事事需要存疑、查证的时代，真神上帝要嵌入查核，历世历代的信仰前辈，经过颠沛流离，经过生命帝国，度过互罪恶黑暗笼罩的日子。毋过伫每一个时代，真神上帝一直做人的帮赞和保护者。上帝所创造的世界，它不断产生变化。面对这种高变动的世界，互人失去信任感。经过武汉肺炎、新冠病毒甲乌俄战争所带来的冲击，互人对未来搁较无把握。总是遐个敬畏上帝的人，见证上帝会永袂改变。伊是真实可靠的上帝。默想，生命中倒一寡时刻，互我感受到上帝的真实可靠。生命中倒一寡时刻，互我感受到上帝的真实可靠。做伙来祈祷，信实的阿爸爸上帝。你对起头用话语创造天地，你的话一句都袂落空。愿你亲自坚固我的信心，互我伫这动荡的时代不致动摇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使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